保險有好多種，今日就嚟講下要員保險稅務嘅扣除。要員保險雖然喺法律上並無明確定義，但通常指企業為關鍵僱員購買嘅一種保單，保障因僱員死亡、疾病或受傷導致嘅業務損失，其目的係補償企業可能蒙受嘅營業利潤損失，而非為僱員本身或家屬提供保障。因此，只有符合此類特點嘅要員保險，相關保費才能獲得稅務扣除。如果保單屬於定期人壽保險，你作為僱主支付嘅保費可扣除利得稅，但係任何嚟自該保單嘅賠償將被視為企業收入，需要課稅。然而，若受保人並非僱員，例如你作為獨資經營者或合夥人，或係持有企業大比重股份嘅董事，則該等保費將被視為私人或資本性支出，因而不可扣稅，而所得賠償亦無需課稅。若要員保險嘅賠償須直接支付俾僱員嘅家屬，無論係保單規定或合約要求，保費將不予扣稅，因為該保單嘅目的並非彌補企業嘅營運損失，而係保障家屬嘅利益。至於僱員家屬所得賠償，無需繳納任何稅款。值得留意嘅係，若該保單包括儲蓄或投資成分，例如帶有退保價值嘅儲蓄壽險或投資相連保險，則相關保費將被視為資本性開支，無法扣稅。然而，只有純保障部分嘅保費可能符合扣稅條件，而投資部分嘅保費不可扣除，其所得賠償亦無需課稅。此外，如果企業購買保險嘅目的係為履行法定責任，例如僱員補償保險、僱傭條例規定嘅強制性補償等，其支付嘅保費可作為正常業務開支予以扣稅，而相關賠償亦無需課稅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